冬天那么寒冷，要戒行房啊，戒饮啊，要常经啊。到了春天呢，有时候还有寒流，还能够抗寒，才比较不会手脚冰冷，就比较不会感冒啊。就是有经多的话，就是智慧就比较高了，所以要戒好色，要不近女色，要常经，减少女色的干扰刺激，减少刺激。大热大冷天都是要常经啊，才能够得到身体健康，防病呢，也照顾了摄护腺哦，心肝脾肺肾五脏啊。